网络不顺了2次啊，被弹出来，然后要再加进去，没有办法点进去了。竟然网络不顺了，手机很烫啊！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有开那个蓝牙了，是不是有资料被截取啊？通常在传送档案的时候手机会很热的，但是也没有再传那个影片到 YouTube 啊，会不会是开那个蓝牙的会被截取资料？蓝牙那个是因为社交距离 APP 那个手机程式啊，为了那个手机程式防新冠肺炎呢，所谓的社交距离 APP 啊。平常诵经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爱向佛堂道亲前贤们网络恭诵心经1遍，然后恭诵弥勒救苦真经3遍。网络不顺啊，声音会中断啊，还被弹出来2次啊，然后要点进去没有办法连线啊。要将功德回向天地，回向祖先，回向父母，回向子女，回向有情众生，回向无形大德，回向新冠肺炎疫情，祈求战争止息啊。最后还要有念忏悔文呢。那这个声音有中断了，经典的话，声音不能中断，中断意思就不一样了，所以要把它删掉了。但是这个名称可以用。你看，录了18分钟多了呢，然后被弹出来，第2次被弹出来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进去了。昨天呢，你看5月9号。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山青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14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己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印现，收元显化在股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稳严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10扣，1扣，再扣3扣，4扣，5扣，6扣，7扣，8扣，9扣，10扣，手扶。网络不顺啊，用旧的来参考一下。